创世纪17章第1节到第7节、15节、16节。第1节，亚伯兰99岁的时，上主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。我要甲你立约，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。亚伯兰伏伫涂骹，上帝阁对伊讲：我甲你立的约是安尼，你要做真济邦国的老爸。对呾以后，你的名无阁叫做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要互你做真济国的老爸。我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，建立真济国，出真济君王。我要建立我甲你，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，要做你甲你的后代的上帝。15节，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毋通阁叫你的某做沙来，着叫伊做沙拉。我要祝福伊，互你对伊得到一个囝。我要祝福伊，互伊做真济国的老母，出真济君王。